台中市新的图书馆或者立美图，按算年底要启用。最近伫咧分馆的葫芦墩市立图书分馆，大约有9000本的外文册，全部拢款款的准备要送去立美图遐藏，这是引起当地不满。文化局强调讲，这是因为这间分馆已经无所在通去藏册啊，才会安尼调动。毋过即阵嘛已经决定要取消这项计划。册架啊顶悬拢空空，全部拢已经装箱。台中市立图书馆葫芦墩分馆大约9000本的外文册，最近拢清空，准备要刷往年底就要开馆的立美图。民众听到消息感觉真意外，话讲无方便。本身是从东市过来啊，那如果你挪到更远的地方，我们就是势必交通往返时间就更拉长啊。对啊，然后去的也比较不可能那么勤啊。主要是我觉得这边的藏书都蛮旧的，唯一就是外文书那边的书就比较新。但现在如果都撤走的话，其实蛮可惜的。红湾区葫芦墩分馆的大批外文册，去有刷走印发批评。台中市立图书馆解释，起毋是葫芦墩分馆册架啊，拢差不多满啦，而且市立图书馆的藏书互相调动，符合相关的规定。不过因为现在有民众反映，佮加上考量在地民众阅读的习惯佮需求，会将已经装箱的外文册全部留落来，而且伫咧一礼拜之内重新上架。正在进行日常的书籍及书架整理，未来我们将持续提供多元丰富的阅读服务市民朋友。文化局强调，目前逐年买册经费大约1亿，规划立美图开馆总数会上达到100万本，现在已经有60万册实体书甲电子册，目前无其他分馆调动总数的计划。另外，为何准备开馆的立美图无全面采讲新书，是调动其他分馆的旧册？文化局并无进一步的解释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